姐妹以及线上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欢迎来参加祷告会。现在要邀请大家，我们从位置上站立起来，让我们一起用信心来宣告，来赞美神。我们一起来拍手。主赐给我不动摇的信心，海浪之中你伸出大手拉住我，就除去我心中所有的怀疑，旷野之中紧紧跟随主活主，海浪之中，海浪之中我必不沉沦，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地前进，我的神必在前面为我征战。海浪之中，海浪之中我必不沉沦，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地前进，我的神必在前面为我征战。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就必得着。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就必得着。海浪之中我必不沉沦，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地前进，我的神必在前面为我征战。心在水面的信心，心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地前进，我的神必在前面为我征战。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让我们能够称颂，让我们能够赞美的神，他是赐平安赐下一切万有的神。说我们要开口来诉说他奇妙的大爱。我们先来读这段的经文，一起来说：全地要歌颂上主，要天天传报他拯救的佳音，要向万国宣扬他的荣耀，要向万民述说他伟大的作为。上主至大，
应该大受颂赞，他应该比万神更受敬畏。感谢主哦！这段经文让我们知道说他是掌管天地万有，他是在众神之上。我们要来诉说他前后作为弟兄姐妹，你认识他吗？你可能是认识他的供应，认识他的医治，认识他各样的属性。所以我邀请我们如何过去经历他是怎样的上帝，你就开口来赞美，来称颂他的圣名啊！弟兄姐妹，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来赞美这位神。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因为你是掌管万有，你是创造宇宙万物，你是使无变有，你是在我们危急当中保护看顾我们的神。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在我们当中行奇妙的事，你在我们背逆的时候，你还怜悯我们，因为你是慈爱，你是公义，你也是信实的主。主啊，你的爱长阔高深，谢谢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掌权，也赐给我们一切美物，主我们的心愿，愿你来赐福。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从无到有，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你是我们幸福的源头。主，我们要称颂赞美你，因为你创造我们的生命，你也赐下美好的事物给你的儿女们。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在我们悖逆的时候，你依然能够怜悯赦免我们，不看我们的罪犯，让我们真的是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圣的宝座面前。所以我们要向你来歌颂，向你来赞美，因为我们本来不配，但因着你的慈爱，你的怜悯，所以我们可以站立在你的面前，大大张口，你就大大来赐福充满我们。所以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恩，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你，因为你是在万神之上。主，没有一位神明可以与你比拟，所以我们要将一切歌颂荣耀都归给你。同心合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谢谢耶稣赐给我们平安喜乐，并成为我们的依靠，成为我们的帮助，并是医治的爱来刚强我们的心。我们要继续来赞美你。在你凝深谷中，你领我走出来，我跌跌又撞撞，是你扶我站起来。我满身是伤痕，你将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心中又燃起光明的期待。再一次勇敢将自己敞开，耶稣的爱刚强了我的心，信心的翅膀在飞起来，飞越每一个高山和低谷，感谢耶稣医治的爱，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心中有燃起光明的期待。再一次勇敢敞开在你的面前，耶稣的爱，耶稣的
上和地步，感谢耶稣医治的爱。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现在可以站立在这里，不管我们是在现场或在线上。当我们能够站立，我们就感谢你；当我们能够呼吸，主，我们就感谢你。主啊，当我们还有一颗心跳着跳着，我们感谢你；当我们的心会伤心、会难过、会生气，我们的心会高兴，我们的心会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的时候，主，我们也感谢你。因为主啊，你知道这世上有苦难，你自己应许我们，你要与我们一起努力，因为这是不容易。但主啊，你要再一次透过你的话语以及主你的爱，主啊，使我们被你的爱来医治，使我们的心再次能够恢复，因为你懂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可能因为许多的事情，我们心碎了，我们破碎，我们的心无助，我们的心难过，我们内伤，我们有许多事情的不甘愿。但是主啊，你都知道。谢谢你懂我们，也谢谢你给我们一条出路。主啊，你给我们盼望，你给我们那个解决之道，因为在你那里有完全的办法，因为你是这位完全的主。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只有说，主啊，你真伟大。主啊，是因着你的恩典。主啊，虽然我们的困难一定有，但是主啊，你的恩典一定够。谢谢你，你的话语是又真又活，是会应验在我们的生命里。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来赞美，来感谢一切你给我们的是这么多，是这么美好，因为你是这一位赐给我们美好的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阿爸父对我们不离不弃，主你美好的旨意带来丰盛的应许。谢谢主，我们要全心全意的来敬拜你。你让脸保守你所爱的，你抚庇永远不离不弃，你将我走于风起，让我在你的手心。我凭着信心领取你丰盛的应许，世界也不能夺取这美好的旨意。我凭着信心领取你恩典永不止息，看见美好应许成就，荣耀全都归于你。你仰面保守你所爱的，你不必永远不离不弃，你将我从于你的风起，把我在你的手心。我凭着信心领取你丰盛的应许，世界也不能夺取这美好的旨意。我凭着信心领取你恩典永不止息，看见美好应许拯救，荣耀全都归于
相信你爱我永不放弃，是绝也不能夺去这美好的指引。我的后主，我相信你旨意高过我意，看见美好应许成就，我全心全意敬拜你。弟兄姐妹，我们要来恳求主的赦免哦，赦免我们的过犯，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恶。我们要来读一段的经文，记载在撒母耳记上12章18到19节，一起来。于是撒母耳祈求上主，当天上主使天打雷下雨，人民都惧怕上主和撒母耳。他们对撒母耳说：“请为我们向上主你的上帝祷告，免得我们死。现在我们知道，我们要求立王是罪上加罪。”以色列百姓哦，他们知道哦，本来他们任意而行，他们说：“我们不要啊，我们要跟一般的国家一样，我们要自己立我们的王。”意思就是说，他们不要耶和华上帝做他们的王，所以这个是犯了大忌哦，犯了得罪上帝哦。所以当上帝透过撒母耳，我们之前读的还记得吗？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怎样？不落空，就是说每一句话都实现。所以他说现在要下雨，其实收割麦子应该没有下雨啊，但是呢，却是下雨哦，让他们知道，也透过这样的一个大自然的这样的一个启示哦，让这些的百姓知罪。所以他们说我们有罪了哦。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来恳求主啊，来施恩哦，让我们查验一下我们有没有任意妄为的罪，照我们心意去做，不要管上帝怎样。我们有时候有没有那种心呢？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吗？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恳求神来赦免我们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哦。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主，你的话语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你是信实是公义的主，你必要赦免我们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如此的怜悯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定义要赦免我们。当我们回转归向你的时候，承认我们自己的亏欠跟有限，我们得罪神。主，你是那么慈爱，那么信实，你必要赦免，你必要洗净，这是您的心意。主啊，我们有太多时候是违背您的心意，任意而行。求你赦免我们，解除我们内在一些的心思意念不合乎神的心意的。求你的宝血来洁净，求你用牛膝草来洗净我们，如雪那么白。愿你赐福我们，让我们在整个这样的一个回转的过程当中，让我们知道你依然在等待，你依然在怜悯，你依然显出你的慈爱。愿你赐福在我们当中，在我们当中掌权，
我们邀请你在我们心思意念，在我们的意念当中来掌管，我们才不会继续悖逆。愿你来赦免，愿你来带领我们回到你的恩典之路。谢谢主，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因为你是怜悯我们的主。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继续为国家恳求保护灵敏来祷告。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节。现在你们所选立的王在这里，你们要一个王，上主已经给你们了。你们若敬畏上主你们的上帝，侍奉他，听从他，遵守他的诫命，你们和你们的王若对他忠诚，你们就会平安无事。我们来为我们的国家恳求保护灵敏来祷告。求主的赐下智慧给总统和执政的团队，中央及地方，在各样的局势，面对疫情，中国的武力特别在这3天他们会在很靠近台湾这个本岛来这个文攻武吓及经济的换台的危机。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辨别是非，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为了这个疫情的危机下，外交、内政、国防、防疫、医疗，以及求主借着年底的地方公职的大选，拔除一切教民汉习的恶人，使义人得以合以在公职的位置上秉公义掌权。最后，我们为了上主的平安来代替人民的心中的恐惧，我们同声开口，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国家的主。求主来赐下智慧给我们的总统及执政的团队，在面对这个疫情、中国武吓的时候，求主赐给他们的智慧及能力，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是非，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主啊，我们为了这个疫情的危机，外交、内政、国防、防疫及医疗，求主来掌权。求主来怜悯，主啊，求主来为了我们年底地方的公职的大选，给我们每一个的百姓能够有好的眼光，能够看出这个候选人他的正直，他的心里是不是公义的，没有自私的，他是一个不贪污的。求主让这一些有正直诚信的人能够抬头。也求主你的平安能够代替人民的恐惧，因为我们知道唯有依靠你才有真正的平安。亲爱的主，你是我们国家和百姓的山寨，是我们的高台，也是我们的避难所，也是我们的瓦壳。求主你保守台湾海岸局势的平安。主啊，求主你还的百姓会当离你的保护有平安来度日。求主你引带阮的众百姓的心，你面对未来，无论是中共的威胁、战争的威胁、恐吓的中间，求主你互阮会当倒转来找求主，因为主你是阮唯一的帮站甲瓦壳。主啊，求主你赐下总统这个团队，因面对这个局势中间，会当做出真正确的判断，会当明白这个局势中间的是非。今日主要爱行对的事，特别上帝求主
来怜悯阮的国家，对着这个疫情的中间，阮的外交、阮的内政、阮的国防、阮的防疫、医疗，拄着困难，求主你来怜悯。祝福总统这个执政的团队的中间，拄着困难，用愿意常常来到主你的面前。对上帝，阮也要为着年底的选举，求主你来帮助台湾这个选举的风气，提升候选人者的素质。互因会当彼此的尊重，会当爱公义、爱真实，互因有清气的心。主啊，求主你来帮助遮的选举的中间，互因所做的代志，拢会当利益台湾的事。主啊，求主你互因会当伫即个互相攻击的中间、社会不安的中间，求主你来引带阮台湾行过即个选举、即个艰难的即个阶段。主啊，阮也要为了阮的国家社会有真正的平安，百姓会当度日虔诚来到你的面前。亲爱的主，求主你也赐平安，互阮伫疫情即个中间，求主你甲阮同在。特别伫即个疫情的中间，阮看见一个真正失落的人，求主啊，兴起更较侪人。为着阮的朋友、阮的亲人来传你的福音，求主你的平安到因伫地，也到阮伫地。求主你帮助阮头前的路，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要一起为国家的情势来守望祷告。我们一起来读撒母耳记上第12章，在第8节到第9节，一起来。当雅各一家到埃及，埃及人压迫他们的时候，你们的祖先向上主求救，上主差派摩西和亚伦领他们出埃及，把他们安顿在这地方。但是他们竟忘记了上主他们的上帝，所以上主让非利士人摩押王和夏所城的将军西西拉攻打你们的祖先，征服你们。我们要为了国际的情势来守望祷告，为了乌克兰还有俄罗斯的战争能够平息，两地的百姓以及全球一起来经历和平，促成和平来祷告。我们也要为了台海还有南海区域的和平安全来祷告。第三个，为了斯里兰卡国家破产，以及参与在一带一路的国家，这些国家面对的经济危机的恐慌，求主的保守怜悯这些国家的人民，让他们来经历平安和找到出路来祷告。请我们大家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主啊，是的，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主谢谢你，你是喜爱和平，你不喜欢战争。我们看见在这个国家有这些许多的征战，谢谢你是掌权的主，你要亲自掌权在这个地方。主啊，你要带领这些地区的百姓，让他们回到主的平安和平当中，来看见。亲爱的主，我们同心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主啊，你是掌管天地万有的主，主啊，一切的国家都是在你掌管之下。主啊，乌克兰还有俄罗斯的百姓，他们都是你所爱的儿女，你所拣选的儿女。主啊，你喜爱和平，你不喜欢战争。主啊，求主你来帮助这个国家的百姓，
主让他们能够经历到从主你来的平安，还有和平在他们当中。主也让战争止息，主让他们能够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主要看到许多地方台海或者是南海有许多紧张的情势，主要都求主你来带领，让我们来看见前面的出路。主要因为战争造成经济的恐慌，造成民生的不安，造成人心的惊慌。主要都求主你来看顾，你来带领，你来保守。主要求主你来保守这些国家的执政掌权者，让他们知道如何有聪明智慧，有属天的智慧来带领国家的百姓，一同来度过经济的难关，一同来度过民生的难关，主要让他们能够回到正常的生活。主，我们将这些都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来带领、祝福、恩典临到这些百姓的身上。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接下来，我们为了医护防疫人员来祷告，让我们一同来念这段的经文。他要救你脱离一切隐患，脱离一切致命的瘟疫。他要用翅膀庇护你，在他的看顾下，你一定安全。他的信实要保护你，黑夜你不必畏惧危险，白天也不必害怕攻击。你不必畏惧黑夜的瘟疫，也不必害怕正午的灾害。我们要为了医护及防疫人员来祷告，求主让他们在疲乏软弱中重新得力，在染疫高风险环境下的防护安全，也为了医疗资源以及人力的短缺，释放内在的压力与恐惧，一起来祷告。让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我们奉你名来为这些防疫人员，主为这些的医护人员来做无人祷告。过去他们如何在这样的医护，在这样的防疫当中尽心尽力，使我们国家免于更严重的这样的一个灾害。主我奉你的名来祝福这些医护人员，他们在面对这些的压力，求你释放，求你让他们真的很身心灵在精神上面，主你保护看顾，脱离这些瘟疫的毒害，也让他们在这样的服务的过程当中不会被感染。奉耶稣的名来祝福，让他们还有他们的家人都神你的保守看顾。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在疫情严峻的期间，赐下一群担任医护工作及防疫工作的人员。我们要为这群辛苦的人员，他们的身心灵及家庭来祷告。求大能的主，你赐能力给疲乏的人，加力量给软弱的人。因为疫情的关系，这群医护及防疫人员日以继夜照料关怀染病的人，他们的身体会疲乏，力量会软弱。求主施恩保守，眷顾他们的身体健壮，心灵平安，也加添恩典在他们的家庭当中，让他们的家成为他们坚强的后盾，也保守他们虽在高风险的工作环境中，心中仍有平安。也求主保守医疗资源能充足供应，医疗的人力不短缺，让医护及防疫人员的压力得释放，重新得力，不畏惧。孩子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来为因疫情、生活经济受冲击的人民与商家来祷告。我们一起来念诗篇107篇8到9节，一起来念说：他我们要感谢上主的慈爱，要称颂他所定的奇事。
他使干渴的人得到满足，使饥饿的人饱餐美食。我们要来为在疫情生活中，在这个不断不论好坏的疫情生活当中，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帮助我们可以有从神来的智慧、平安与信心。也主耶稣为这些受影响的家庭预备他们所的需要，不要对生活失去盼望，有新的创意跟转机。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现在是我们新的来祝福，特别是祝福我们这一次大环境所带来的这一些的冲击，特别因为疫情的缘故，带来许多的商店他们面临他们的经济、他们的财务，是吧？我们来祝福，是吧？无论好坏，也让他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创新研发，也让他们能够在整个这样的调整过程当中，神你来赐福，也让他们能够在整个经济上被翻转，愿你来赐福，帮助他们能够重新得力，也能够重新有神你来赐给他们的新的契机，愿你来赐福掌权，谢谢主。亲爱的神耶和华，耶稣你是耶和华拉法，你是我们的医治者。耶稣，求主耶稣，你在这个时候除了医治我们的身体，也医治我们受这疫情影响的心灵。耶稣，在这个疫情已经度过了1-2年的时间，耶稣，我们真的是非常的疲惫，我们很多人的生意、很多人的生计都因此受到影响。耶稣，求你与我们同在，就是因为我们相信，就是你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就要依靠你，我们就要仰望你，我们就必不致缺乏。耶稣，求耶稣，让我们在这个时候，在这个非常困难的时节，我们就可以学会仰望你，我们就学会不要看我们现在的困难，耶稣，让我们能够有从你而来的智慧，有从你而来的眼界，就是你赐下平安与信心在我们当中，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虽然说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尽头，但耶稣，我们也因为我们依靠你，我们仰望你，我们对生活不会失去信心，不会失去盼望。这就是赐给我们聪明智慧，让我们在这个时候能够有从你而来的创意，从你而来的智慧，能够一起全体共同一起来度过这样子疫情的生活。耶稣，我们要再次宣告，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耶稣，因为在你里面没有难成的事。耶稣，我们要来依靠你，我们要来仰望你，就是你是我们的盼望，你是我们的平安，你是我们的希望。谢谢耶稣，我们将满心的感谢祷告奉靠圣名祈求，阿们。我们一起要为确诊者的家庭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看上帝给我们的话语，这样说：上主说，平安平安，无论远近的人，我要赐他们平安，我要医治他们，好不好？我们把他们，我们再来宣告一次，好不好？我们来宣告，神要赐我们平安，好，神要医治我们，这样好吗？好，再一次哦，来，上主说，平安平安，无论远近的人，神要赐我们平安，神要医治我们，阿们。我们一起要来为这个确诊以及在这当中身体都失去平衡的人不只是确诊可能比确诊还他觉得更恐怖因为确诊我们可能1个礼拜就会好，但有些人中风，特别我们知道比较近的消息县政长老还有简慧清这个大队长的妈妈中风还有我的先生钟贤哥也是中风，还在复健哦，还有很多好像黄志香长老的妈妈也是这个有一些身体不是那么舒服的地方，好不好？我们知道的，我们都来开口，我们领受上帝的恩典跟启示，我们应当要怎么样赶快来尽人所能做的，也在这当中让家人，让我们的迦南教会的家人，我们可以彼此体谅，彼此包容，好，家属之间因着家人的生病恢复彼此的关系，特别跟神的关系，好不好？让我们线上的跟现场的，我们都大声开口，来到我们的主的面前，我们一起1、2、3，开口吧！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他。特别为这确诊的家
正会熊兄所以为着丽莲姐为着这一些在病痛在恐惧当中，求你医治他们，求你释放他们，求你怜悯他们，求你医治的大能充满主啊，也特别在这确诊的过程当中让心有神也是平安医治的大能让他们很快的能够从阳转阴，也让我们脱离这些的长新冠等等。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赐给我们那美好的身体，但如今我们的身体有了变化。主，不管是这个疫情病毒所带来的变化，主啊，你也给我们有抵抗力，主啊，你也给我们免疫力，主啊，你更有给我们从你那里来神的力量。主啊，让我们在困难中，我们知道怎么样来依靠你，特别是你的话语里，主啊，你说你受的鞭伤，你要来使我们得医治。主，谢谢你，你的话语又真又活。主啊，使我们在那个病痛当中，我们无助当中，使我们真知道，主不是我们一个人，乃是你与我们同在。主啊，你与我们同苦，你与我们受这样子病情的折磨。主，你不是不救我们，主，你有大能力，你要救我们。但是主啊，你的时候，你的时机，因为主，你知道我们的生命要透过这个苦难，我们被你来提升。我们透过这个苦难，主啊，你像那个放声筒、扬声器，你对我们说你爱我们。主，虽然我们现在不明白有太多的事情何以会发生，但是主，就是在这不明白当中，我们就是来信靠你，我们就是相信，主啊，你必有重要的原因，使这件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主，我们也更相信，主，你一定有办法来恢复我们的身心灵。主，你来帮助我们，使生病的人得医治，使我们身边的家人们因着家人的生病，主啊，我们知道更抓紧主你的应许，我们更知道主啊，你是这一位我们一家之主。主啊，你是这一位使我们在各样事情上都能够来荣耀你的时候，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候，我们仍然要来赞美你。主啊，在我们在为难的时候，我们更是要来感谢赞美你，因为主，我们是属于你的。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个家中，主啊，在这个家庭里，主啊，你所知道你的医治就临到这些家庭跟这些你所爱的人的身上，使我们得着你完全的医治。谢谢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要继续为着我们教会来祷告，来守望。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一起来。要传福音，不管时机理想不理想，都要传，用最大的耐心劝勉、督责、鼓励、教导。这段的经文说得死不得死了，就是说不管时机你觉得 O 不 OK 我们都要传那我们为了教会在推动这样里面的更新，那长职合一，然后长职弟兄那个同工合一，能够建造基督的身体。那我们上帝给我们有新会堂的这一些的建造那透过这一些的新会堂硬体的建造，上帝也开路我们特别为清溪国中，为大有国中过去的生命教育门关起来，现在又打开要我们去那就是透过社团，清溪国中也是一样，透过社团，所以我们就是会用社团的名义进到这个学校去经营去牧养他们那需要有更多的智慧那怎么样去安排这些的课程，或者是透过鼓舞这一些的活动进入那
神很奇妙，就是说硬体好了，然后软体，然后预备这些年轻人，因为未来那一边我们是为了这些儿少青这些新世代的来做预备那我们也恳求主，让我们再透过这样的一个预备装备，那我们预计在10月30号的57周年的庆典，还有献堂我们筹备小组已经讨论过一次了那盼望透过那天的庆典系列的活动、关怀活动等等，能够让每一个弟兄姐妹，特别是迦南人能够回家。那我们透过这一些的社区活动，能够连接到各个牧区有儿童、有青少年、有成人、有年长者的那过来这个礼拜有张正邦的职人教我们的事那我们也透过这一些的活动，其实就是要跟每一个年龄层有这样的一个连结弟兄姐妹，我邀请大家，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为着我们的教会，为着我们所推动的事工来祷告，从儿童一直到年长者，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奉你名来祝福我们的这一些的从儿童牧区青年牧区一直到成人牧区，主你透过软硬体的建造，让你的教会在这个城市成为你的光，成为你的盐。主使用你的教会，特别是我们在受疫情的影响，我们如何去突破这样的一个困境？主，你打开校园的门邀请我们进入到校园，透过社团，透过这一些的课程，主我们重新出发，进入到这些年轻人的当中，为了要赢得这世代的年轻人。谢谢主，因为你关了一扇门，你开了一扇的窗，也让我们在预备的过程当中就看到神你奇妙的掌权跟作为。谢谢主，也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用各样的智慧来牧养、来传扬不管时机对不对，我们总要传扬，总要分享。谢谢主我们将这些的对象交在你的手中。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的话语，提醒我们得时不得时，不管是理不理想的时机，我们总是要传扬主你的福音。主，你是给迦南教会有这样的一个硬体，我们在整个这样的装潢整修的过程当中，要进入到最后的阶段。主，你也看见教会预备好的这些硬体，你也为我们开启了校园的门，开启了社区的门。透过这一些的活动，透过这一些的社团的这样的一个教导跟牧养，让这些新世代的年轻人在进入到预备好了这一些的空间的时候，让他们经历到神你是那位使他们生命复苏，使他们有盼望的神。谢谢主耶稣，因为你总是那么奇妙，你的行事作为让我们摸不透，但是你所为我们预备总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当我们同心合意来兴旺福音的时候，神你就在这里掌权作王。当我们同心合意信靠你的时候，你必有神迹奇事随着我们。主，我们要透过这样的一个周年庆的欢庆来献这新堂在你的面前，因为透过这一些的活动，呼召我们迦南的弟兄姐妹回家一起来敬拜你。谢谢主，我们将这些摆在你的面前，愿你的灵充满运行，让我们看见神你就将你丰富荣耀充满在这个会堂，充满在这个教会，充满在我们每一个肢体的家庭。祷告告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最后我们要来为成为一个守望者来祷告，然后我们一起来祷告。来，你们祈求就得到，寻找就找到，敲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到，寻找的就找到，
敲门的门就开。我们作为一个代祷者，最期盼的就是我们的祷告是怎样？是蒙垂听的哦。我们敲门，神为我们开门哦。我们寻求的，就让我们能够寻求到、找到。这是我们做一个祷告的人最期盼的哦。那我们恳求神来帮助我们哦，求主打开我们的眼睛，看见我们如何为这个世代、为着我们的社区、为着我们所居住的或是我们的职场来祷告哦。那我们在哪里，那里就是我们代祷的一个对象哦。那我们恳求神，让我们有满满的这样的爱，有这样的一个热情负担。不是一次两次看见没有效果就停止我们祷告，我们要不断的祷告，直到看到有事情发生为止哦。我们在这个混乱的世代，我们恳求神来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调整我们一切不属神的想法跟行为。我们恳求神，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做一个守望者哦，我们真的是要很警醒哦，为这个世代来祷告。弟兄姐妹，邀请大家一起站立哦，一起站立，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我们为了兴起更多这些的代祷者，更多的祷告的人一起祷告，我们就看见必定有奇妙的事会发生啊！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我们将一切这一些的我们需要代祷的，我们恳求你启示我们，启示我们看见需要代祷的地方，看见需要代祷的人。我们奉你的名来恳求你，神事无章当中，愿你来掌权，愿你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开启我们属灵的眼光，为这时代，为了我们周遭邻居，为了这些世上的灵魂，我们来祷告。主啊，调整我们心思意念，帮助我们看见我们如何为这一个城市，为我们所居住的地方，为我们的社区，为我们的职场来祷告。主啊，我们奉你的名，在地上捆绑，在天上要捆绑，在地上释放，也在天上要释放。赐给我们不动摇的信心，进入到你的荣耀，进入到你的应许里面。谢谢主，当我们同心而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的荣耀的作为。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施恩赐福给我们的主，谢谢主，你呼召我们成为这世代的光，成为这世代的盐。你呼召你的众儿女起来祷告。当我们同心合一来守望，为我们城市，为我们国家，为我们每一个家庭，为你的教会来守望祷告。主啊，警醒，让我们更警醒，看见哪里需要祷告，如何为他们祷告，让我们看见他们生命当中的需要，看见他们生命当中的难处跟破口。主啊，我们奉你名来地上捆绑，在天上你应许说要捆绑，在地上释放，在天上也要这样释放。谢谢耶稣，你给我们祷告的权柄。当我们同心用你所给我们的权柄祷告的时候，并赐给我们不动摇的信心，让我们用不动摇的信心来支取你属天的能力，支取你属天的权柄的时候，我们必看见奇妙的事情要发生，神迹奇事要在我们当中发生，应许要成就。谢谢耶稣，谢谢耶稣，我们将我们所代祷的带到你的面前，从你的宝座赐下你的应许，赐下你的供应，赐下你的医治，赐下你的平安，赐下你的喜乐在我们当中。谢谢耶稣，垂听我们同心合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Amen。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宣告，来看见神的能力，看见神的作为。赐给我不动摇的信心，海浪之中你伸出大手拉住我，就触听我心中所有的话语，旷野之中紧紧跟随主我主，海浪之中我必不沉落，夜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
长。感谢主赐给我们不动摇的信心了，让我们经历那奇妙的。主赐给我不动摇的信心，海浪之中你伸出大手拉住我，就出去我心中所有的话语，旷野之中紧紧跟随主我途，海浪之中我必不沉默，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随着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挣扎。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就必得着。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就必得到。海浪之中我必不沉默，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应许不改变。旷野之中仍然赞美，疑惑之中仍然祷告，心在随着信心刚强壮的前进，我的身体在前面为我挣扎，心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的前进，我的身体在前面为我挣扎。哈利路亚，将荣耀归我们的耶稣，拍手将荣耀归我们的主。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与我们同在，赐下刚强壮胆的心的主。谢谢主，你陪我们走在那个水面上，你赐给我们信心，面对这样的环境的时候，主啊，我们因为有你的同在，我们就不惧怕。谢谢主，我们再次宣告你的荣耀必降临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你的荣耀必充满在你的教会，充满在我们所踏足的地方。谢谢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愿主的平安与大家同在，请坐。